應中海澳門物業有限公司邀請，由澳門樂言國際慈善會主辦，大表哥娛樂製作一人有限公司、澳門真情音樂文化協會協辦的樂滿人間嚴聚善行政府長者公寓6月生日會6月27日在長者公寓2樓會所溫情舉行。此次活動為2025年澳門政府長者公寓敬老活動系列之6月生日派對。慶生會節目豐富多彩，主辦方特邀亞洲金獎級歌手李永權獻唱經典金曲，向公寓長者致敬，令慈善會秘書長張石超化身專業魔術師帶來精彩表演，以及澳門歌星表演歌舞、互動遊戲等環節。澳門樂言國際慈善會會長馮琦表示，通過歌舞表演、互動遊戲及慶生活動，旨在弘揚敬老愛老的傳統美德，構建互助互愛、團結共勉的和諧社區。計劃未來不定期舉辦同類活動，持續擴展關愛長者服務。感謝中海澳門物業服務有限公司、李永權老師、九少咖啡、慈善會服務大使 Michelle 以及義工隊等的慷慨贊助和支持，令活動圓滿成功。應該識取孝道，為六個你結無法威。